有特別訓練啊？係啊，內容係由我同出水司令重新編排俾你哋。自從嗰一班自稱特工嘅敵人突然間出現之後，佢哋接觸我哋嘅方式亦都開始改變，所以你哋一定要盡快學習更多技能，應付不斷變化嘅突發情況。我掌握成件事啦。所謂特別訓練，就係分部嘅新幹線戰士進行聯合演習。好啊，我個鬥志開始燃燒啦！聯合演習啊！要你等咁耐添，黑色新幹線戰士呢一日終於到嚟啦！その間も地球はぐるぐる回る君の涙こぼれるよ未来先回り南から北ここ東西この世界守りたい走れ走れ新しい自分を目指すのがシンカリオ新幹線戰士現身，跟住落嚟，阿冠同未來、秋田同阿忍，仲有準人同龍師，你哋要加強合作，按照以上分組進行模擬戰鬥。準人睇起上嚟好似好緊張咁樣啊！又難怪佢嘅，話晒同佢組嘅人係龍師。要進行訓練啦，幾好玩咁喎！啊，係上田子，你點會喺度嘅？我係準人嘅朋友，佢哋就放我入嚟啦。你明明應承咗會俾我加入噶嘛，但係之後一次都冇嚟搵我。女子小學生第一次睇新幹線戰士跳舞，呢個主題好有吸引力嘅咧，一定會爆點擊率嘅。呢個女仔係咩人？冇記錯，佢係你哋同學啊嚇？係啊，我唔識佢啊，我唔識得呢個人噶。咁點算好啊？冇問題嘅，而且上一次佢都幫咗我哋唔少，我就批准你留低。有你喺度，準人應該會冇咁緊張嘅。咁我多謝你批准啦！未來，你係咪有學劍道㗎？你習慣點做就點做啦，我會喺後邊支援你。E7 應該係力量型嘅機體，照道理係唔適合喺後方進行支援工作。我嘅經驗豐富過你好多，呢方面你完全唔使擔心啊！我明白啦。你隻嘢居然玩我！避開呀！避開呀！請你唔好喐。表現都唔錯啊！哦，唔通呢個女仔會成為我嘅勁敵？阿冠話會支援人，點知最後人哋救翻佢，真係唔幫好過幫啊！阿忍，聽我講，機動力方面我哋佔咗優勢，問題係敵人嘅力量。我建議用平交道大炮解決佢，避免打埋身戰。我負責引開佢注意，如果30秒時間夠唔夠啊？呢個冇問題。上啦！我突然覺得秋田講嘢嗰陣有啲可愛啊！好，喺
回，平交道大炮。啊，表現都唔錯啊！好，下一組。哦，知道。聽住，左或者右，將敵人趕去其中一個方向。成功擊退目標，哦，只係用咗18秒，係3組入面最快嘅紀錄。啊，表現都唔錯啊！你講嚟講去，淨係得呢句嘅。目前嚟講，準人同龍師表現最好。真係咁咩？喺頭先嘅戰鬥入面，準人冇發揮佢嘅實力，而 N78A 駕駛員做嘅事亦唔係叫做保衛。我認為咁樣根本唔算係合作。係啊，合作呢件事係要雙方實力接近先可以成立，但係好可惜，以準人而家嘅實力嚟講，同我相差太遠啦。咁我當然要盡量減輕 E5 嘅負擔。聽你個語氣，好似想講冇準人喺度更加方便你喎。就係呢個意思。我以前都講過，準人嘅合適率好高，而且佢係唯一可以開動 E5 嘅駕駛員。不過單靠咁樣係唔會贏得到。點樣同敵人保持距離？點樣瞬間作出判斷？去到實戰，敵人會喺出擊之後俾時間你慢慢諗。實戰要嘅係經驗、資質，加上訓練達到嘅神經反射。準人缺乏嘅就係呢樣。我冇估錯，你之前真係學過武術，睇你嘅架式係空手道，已經係以前嘅事。你要去邊度？我講過啦，如果要同準人一齊作戰，我反對。反對嘅原因就係純粹因為佢嘅實力唔夠。呢層當然啦。咁嘅話，係咁嘅話，係咪我提升到作戰水平，你之後就肯同我一齊作戰啦？我一定會令你認同我。點算啊？我講就講到好有信心，但係實際上都唔知點做好。都唔怪得你嘅，你個腦成日都新幹線、新幹線、新幹線同新幹線，不然叫你學點樣作戰，的確係難咗啲嘅。呢個情況就好似突然間要由文科轉去讀體育科咁，對你嚟講會唔會難咗啲啊？我諗到啦，秋田、阿忍、未來，我想請你哋幫手。喂，咁我咧？你想我哋點樣幫手？請你哋幫手訓練我啦。我知你諗緊咩？我係射擊，阿忍係忍術，未來劍道，各自有自己嘅專長。我明白啦，如果你有我哋指導，話唔定就可以從中了解到我哋作戰背後嘅真正意義。麻煩你哋。咁就嚟啦。我知啦。我會徹徹底底訓練你，你要做好心理準備。都叫咗你哋要埋我一份咯。我要加入。咁你哋用完之後記得鎖門，再將鎖匙卡交返司令室啦。知道。好，我哋開始啦。竟然因為自己屋企開建築公司，最後搞到我幫唔到朋友添，我真係發夢都估唔到會搞成咁啊！你同準人以前都過住一啲同戰鬥完全冇關嘅生活，你今次都係乖乖地做準人嘅助手算啦。錯晒，唔好諗住用眼睛瞄準，射擊嘅重點係呼吸，要好好感受自己嘅呼吸。準人上嘅！忍術嘅基礎係保護自己，將逃走嘅諗法放喺第一位，就算見到有機會，都唔可以隨便作出攻擊。但係點解唔可以攻擊啊？只要成功走甩，將來一定會有機會喺更有把握嘅時候解決敵人。比起急住取勝，忍術着重嘅係要保住自己嘅性命。
痛啊！未來你雙手真係好有力啊！你錯啦，喺劍道入面有一樣嘢比起臂力更加重要，佢就係下半身嘅力量。下半身嘅力量，就算上半身再用力都好，如果下半身唔夠穩，力量就傳唔到去竹刀上面。山上面嘅樹都係因為啲根生得夠穩，先至可以令枝葉生得咁茂盛。我明啦。龍師，龍師，傾幾句啊！其實我同出水司令都係一樣，覺得你係想准人佢哋遠離前線，然後自己一個人孭起所有責任。點解要咁做啊？係咪唔想令到速參指導長擔心呢？你哋似乎太睇得起我啦。我對速參指導長同准人之間嘅父子問題一啲興趣都冇。由現實角度睇，如果要發揮出我同 N78A 最大嘅能力嘅話，俾我獨自作戰係最好嘅做法。係啊，咁我明啦。我返出去先。只不過，如果你係為咗保護嗰班細路，所以先至咁做，咁我諗你搞錯咗。你咁講咩意思？我都唔知應該點同你講先至好。不過我覺得保護同伴呢件事，並唔係睇你係咪比其他人強，或者其他人係咪比你弱，唔係咁噶。你講嘅嘢我唔係好聽得明，唔好意思。好攰啊！一個人果然唔應該做啲做唔慣嘅事啊！但係如果我唔咁樣做嘅話，就永遠得唔到龍師嘅認同噶啦。我而家覺得連身邊嘅隊友都唔肯認同我咯。媽媽，你點解要栽培我做一個土木工程嘅人啊？講起上嚟，聽日就係母親節咯，我要買份禮物送俾媽媽先至得啊！你提醒咗我，咁我都要喺呢一度買定母親節禮物。我都係啊。一於等我帶你哋去一個好地方啦，唔使指意準人啦，佢淨係識得鐵路嘢嘅啫。點解咁多嘢講啊？好，龍師，同唔同我哋一齊去買母親節禮物啊？阿冠，你明知佢會拒絕，點解仲要特登去問佢呢？母親節啊，我都一齊去，請你哋帶路。哦。做咩啊，青龍？你唔係想駕駛黑色新幹線戰士係嘛？白色嘅新幹線戰士係佢令到元武輸咗，然後我哋做乜嘢都俾佢破壞。今次我要親自對付佢。我哋係唔可以駕駛黑色新幹線戰士。既然揾唔到答案，就只有戰鬥。等陣，元武，你已經冇事。佢邊有可能咁短時間就復原？我嚟只係想交代一句，青龍，你只係關心白色嘅新幹線戰士，但係唔好忘記其他。你咁講係咩意思？睇嚟你仲未知道邊個先係最犀利嘅敵人。估唔到佢真係會跟埋嚟，我都俾佢嚇咗一跳啊！我想問下，母親節禮物應該送啲乜嘢㗎？最基本嘅母親節禮物嘅康乃馨啦。母親節禮物應該送好味嘅嘢食至啱啊！個公仔真係好得意。點解係松鼠啊？佢係大公司嘅吉祥物嚟㗎。但係我媽媽又唔係好中意毛公仔嗰啲人嚟啊！好好聽啊！呢首歌準人都唱過。呢首係鐵路歌啊！我知啦，大公市係鐵路城市，所以就出呢首歌嘅音樂盒。龍師，哦，對唔住。喂，我係青州。係啊，原來係咁。呢件事唔係我一個人可以揸主意，等我請示司令先。
請問係咪出水司令啊？咁我都一樣買花做禮物啦。哇，弊啦，唔記得還鎖匙卡俾商業小姐添。你哋買住先啦，我要趕翻去司令室啊！係。我媽媽嘅情況突然轉差，醫院話有可能要做手術。我知道啦，咁你而家快啲翻去陪你媽媽啦。不過就算我翻到去，都唔會幫得到媽媽嘅病情。加上醫生亦話咗唔會有生命危險。我唔係講緊呢樣嘢。呢個時候你應該要陪喺你媽媽嘅身邊，呢個係命令，知道未啊？咁我翻過去啦。準人。我臨時有事要翻去先。媽媽，哥哥蝦我啊！唔好爭啦，你哋兩個分嚟食啦。好嘢！我第一！哇！好痛啊！好對唔住啊，龍師聽住，你係三兄妹入面年紀最大嗰個，年紀最大嘅人要負責保護其他人㗎。下一站係名古屋。好在今次冇發生咩大問題，不過呢個時候有個仔陪住，相信你媽媽都會安心好多。唔該，醫生。媽媽，我咁做啱唔啱呢？真係冇問題，我哋點同醫齊交代？青龍要做嘅嘢冇人阻到佢。我想俾佢出戰。咩事啊？咩事啊？係出動嘅通知，聽住，你而家翻屋企先啦。收到。真係番字好啊！媽媽，下午3點48分，黑色新幹線喺東京站附近出現。等陣，架黑色新幹線停低咗。而家應該點做啊？以黑色新幹線為目標，然後發射捕獲力場。新幹線戰士即刻準備出發。知道。只係得一架黑色新幹線，等你哋好耐啦！係人聲，係邊度傳嚟㗎？新幹線戰士用緊嘅通訊頻道遭到敵人入侵。我叫做青龍，係嚟自地底嘅種族派嚟嘅特工。又係特工，就等我俾你哋開下眼界啦！進入超進化速度，變形黑色新幹線戰士。黑色新幹線戰士，變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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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新
啊嘛？變咗做新幹線戰士，邊有可能？點會咁㗎？究竟係咩事啊？我哋就比試下邊個嘅新幹線戰士更加強。就同佢打過啦，車長寶。知道。好似訓練咁合作對付敵人。我知啦，我呢邊都完全冇問題啊！咁多位，我哋上啦！太過分啦！秋田，你個衰人啊！既然係咁嘅話，金色能量炮！金色能量炮！哼，對元武都冇用嘅招數，你以為對我有用咩？接招啦！死亡能量炮！死亡能量炮！呢場遊戲好快就會開始㗎啦！どこまでも続いてく線路の向こうに新しい世界が待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て期待と不安を胸に抱いて暗闇を抜けて今ここまで来たのさ走り出せ何度でも何度でも何度でも限界を超えてゆけ輝く明日を信じながら誰にも負けないスピードで今を駆け抜けてくよどれだけの壁が立ちふさがっても絶対に絶対に絶対にたどり着いてみせるさ追いかけ続けた夢のステージへ One step ahead Go one step ahead